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2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屏东地检署侦办立委吴丽华的罢免案，国民党组委会副主委黄碧云羁押禁见。菲律宾派官员来台湾参加活动，敢是代表菲律宾嘛咧反制中国？还有委会是讲尊重菲律宾，无需要特别去讲。一个出世6天的婴仔感染肠仔病毒死亡，是今年的第5例。另外，这80岁疫情顶个月增加17例，今年已经35例。今日新闻头起先，特别来看伫咧昨下晡伫台北市一件死亡的车祸，是一台民间的救护车载病人要转院，过红灯驶过路口的时阵，煞去弄到一台乌托邦，对方不幸死亡。这当时的救护车驾驶，毋但是无救护车的驾照，甚至是连这一般的驾照都无。查落，阁发现讲，伊是挂名这救护车公司的负责人，目前是已经依照过失致死罪甲侦办。救护车载病人转院，伫红灯的路口甲车顶直行机车相撞。救护车弄到猫内玻璃拢bị粉，机车卡在车底，技术当场失去生命现象，最后救无倒来。当时就很大一声，砰的一声，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就那个人已经摩托车倒了嘛，人就在轮子下面。事故就伫台北市上山一台民间救护车，下晡2点外，在脑冲下的病人转院，煞伫三民路甲附近街口出车祸。警方调查涉案的23岁姓罗查甫人，毋但无负开救护车职业驾照，甚至连一般驾照拢无。经查，救护车驾驶有无照驾车情形，现场已举发违规。这无正驾驶佮挂名公司负责人，便讲出车进前无其他员工在场，就去将病人转院，才一人出勤，违规开救护车，被依照过失致死罪嫌侦办。肇事如男，领有 EMT 证书，且登记为该公司的救护人员。并未登记为该公司的救护车的驾驶，依照紧急医疗救护法第41条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50万元罚款。涉嫌这间救护车公司去年6月得到许可设立做救护车相关业务，就算新北市卫生局表示，为业者申请的相关审查到温准设立了后，每年定期查核拢咧做，即摆也是出现空棚。人力讲真的大家也都不足。但是不足的情况下，我也不会说，找没有驾照的人来开这个救护车啊。民间救护车协会承认，目前经营管理有真正无够这个问题，按过明做非无照驾驶的理由。面对这事故，业者看下成绩以外，公司也可能爱会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另外一件车祸，是发生在国道1号路南198公里。这半暝2点外，是有5台车拢做伙，其中一个姓施的查甫人是有食酒，家己去弄到护栏，才去牵连到其他车。而且这个驾驶落车了后，佫去互后壁驶来货车甲压到，计共2个人受伤送病院。高速公路顶悬是规个乱糟糟，摆渡事故的工程车已经去现场待命。国道1号路南198公里，我保养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一个41岁姓施的查甫人食酒驶车。车日翻点过2点左右，发生5台车的连环车祸。现场事故为5部车辆造成事故共计有2名伤者，分别为手部及颈部有肢体擦挫伤，给予清洗伤口包扎止血，送往医院急救。国道警方表示，这个食酒的查甫人驶轿车伫内底时的车道，唔知啥物原因弄到内底时护栏了后，全失去控制，先去弄到外口时车道的半拖，了后弄到中线的另外一架轿车，落尾手伫内底时的车道停落来。
这个食酒的查甫人还佫落车，伫咧高速公路顶悬咧行，错去后壁一台货车的目骨领扫到，所来佫有另外一架轿车，因为袂负打洞啊，抓弄到食酒赛车迄个查甫人的车。这个袂负打洞的驾驶骹甲手有着伤，也若食酒赛车的查甫人是阿妈棍着伤，两个人意识拢真清楚，有送病院治疗。驾驶人施南经酒测检测有饮酒，依法自担举发，并以公共危险罪侦办。这个食酒赛车的查甫人，酒测达超过0.25毫克，警方开单甲伊记发，而且照刑法公共危险罪上班。事故详细原因还会调查。现场伫透早3点左右，排除状况会当正常通车。警方提醒，伫高速公路发生交通的事故了后，车黄灯应该要随拍落，唔通踮伫车底爱紧出来，慢慢伫高速公路顶悬行来行去，才会当避免佫发生事故。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已经有24个国民党的立委罢免案的投票是紧伫咧7月26日举行。这中央选举委员会今仔日个宣布讲，这国民党立委马文君优惠罢免案成立，会定伫咧8月23日投票。这投票时间同款是对早起8点到下晡4点，而且迄天佫会共一个时间来举行重新启动行政的公投案。接落来，咱换来看这民党的地检署侦办立委吴丽华罢免案，当时去国民党组委会副主委黄碧云甲专委李德全的厝来敲催，甲这两个人带转去问话。落尾这黄碧云是去互裁定羁押禁见，李德全50万交保。因若是国民党的中央是质疑讲，这是拢办拿无办理。吴丽华是强调讲支持检调查办。半暝12点外交保了后，行出屏东地检署，国民党专委李德全毋愿表示意见，伊参国民党组合会副主委黄碧云的厝内，找伊互屏东地检署敲催煞约谈10位嫌疑人，5位证人到案说明。饭店时讯问结束，检察官对副主委黄碧云申请扣押，李德全50万交保，其他的嫌疑人分别拢是以10万至20万交保。检察官讯问后认定被告黄姓女子涉嫌刑法之伪造文书、个人资料保护法之非法利用个人资料、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之未经同意伪造、假冒提议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证人之虞及羁押之必要性，预知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针对民进党原住民立委吴丽华罢免联署依属伪造文书案，屏东地检署指挥第2波的行动，初一是敲催包括国民党桃园、南投、花莲、台东等所在的党部，各有几名涉案人的主体。检察官认定黄碧云涉嫌伪造文书，违反告诉法等罪，嫌疑重大，当庭逮捕，而且向法院声押，扣押庭裁定扣押禁见。支持检调，一切依证据来查办。希望党高层能够站出来，为自己的组织犯罪行为来负全责，不要再牵连到无辜的族人。罢免联署案涉案范围扩大，国民党中央质疑这是办案无办理，是双重标准，嘛表示全国人民拢看伫眼内，希望后续到法院时会当有公正的审判，还予国民党一个公道。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总统赖清德昨是发表团结国家10讲的第4讲，这主题是讲到国防。伊讲这中国军事开销哪来哪当，并未因为咱台湾是倒一党咧主政有差别，这威胁是已经拖到对第3岛链去。不过，伊讲到这国防的预算去好在亚定赢台调时阵，南北党团拢跳出来反驳。参加国际赛会活动得到热烈呼声，总统赖清德团结国家10讲到第4讲主题伫国防。赖清德表示，中国军费开支为2000年开始一直欠悬，今年已经超过台票8条，是20年前的7倍以上。中国的军事预算增加，没有在看台湾哪一个政党执政，每一年都在增加，特别是在2008到2016年。其中有几年，它的军事预算的增加是2位数。用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甲苏东号移动轨迹来做证，赖清德指出，中国威胁唔但针对台湾，也继续压迫区域和平，已经跨过第3岛链，行政编列4100亿特别预算，希望强化国防，也顾好民生。每一个人花1万块钱，还是要拿1500亿来做国防韧性，另外再
再加200亿到1000亿嘛，来补助台电，让台电不要涨价。不过，对赖清德表示，在野党进行伫国会动审各项预算，总也是史上上悬。而欢迎国民党团反对党批评，中央政府各项总预算编列有4760亿，也是史上上悬。民众党团是表示，相关动机提案除了海坤号因为海测还未完成，其他拢经全部改动。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看台湾海洋国际论坛，今日是要起稿。菲律宾是派重要的官员来台湾参加，总统赖清德亲身甲接见。过去这菲律宾受禁止官员访台禁令，这阵解除了后，搁派官员来参加，敢是代表讲这菲律宾嘛要开始反制中国。也那海委会迄边是表示讲，尊重菲律宾，无需要特别去讲。台湾为2020年开始举办大海洋国际论坛，要增加甲国际海洋友好情谊。今年串联海关15个的产官学专家，研讨强化海峡安全策略，也希望促進亞洲經濟永續發展。しかしながら、台湾これはこのアイランドチェーンの中で、真ん中に位置しています。地政学的には一番重要な位置でございますが、一番脆弱な立場にあると言ってもいいと思います。The rules-based order that we all cherish and enjoy is built upon the foundational principles that ensure equality among nations, whether they are large or small in the realm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两届论坛除了日本同款伫第一岛链中小国家菲律宾，毋但派现职官员来台，政治局总统赖清德佫伫府内接见。好在该政府是今年4月，菲国总统宣布解除官员访台禁令了后，台菲关系重要进展。他们能来，我们非常感到可贵哈，但是我们不予以张扬。巴士海峡南海哈，它的安全的守护。和台湾也息息的相关。譬如说，今天印尼的代表临时被要求不能够出席因为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影响，中国不应该干预，因为人道的问题不应该被政治介入。针对中国涉印尼代表组织来台参加，海委会主委阮碧玲表示谴责，不过又强调，中国伫印太地区的法律战侵扰行为已经危害国际秩序，毋但对台湾挑战，也是对区域的挑战。敢若透过合作才能守护自由和平的印太，台湾愿意加做这力量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赖总统讲，7月是国家团结月，加上这汉光演习嘛，要起稿，内政部规划防空避难展览，今仔日就开幕啊！这展览当中是教民众安怎避难、安怎准备防灾物资，而且展览的内容拢有写注音，互囡仔嘛当同齐来互动学习。无论是为着防灾，还是为着战时的避难，最近国内侪民众防灾意识加悬嘛，开始准备防灾包。不过要安怎准备，爱穿什么物件嘛，真伤脑筋。行政署在台北西门这运站内底举办防空避难体验展览，甲避难关节、防灾包安怎准备，也有避难设施的紧急物资拢摆出来，互民众参考。避难物资的部分哈，那每个人哈每天单日的部分呢，紧急避难包呢，我们是建议要采取质量轻，然后容易取用物品的双肩的背包，那并维持男生大概在15公斤，女性在10公斤左右，才不会太重。为着要加强社会韧性，提升全民的应变能力，7月汉光演习头届要结合军民做伙演习，内政部嘛伫6月30公布防空避难指引。互民众知影当防空警报弹的时要安怎保护家己。部长刘世峰表示，目前经过半点，全国是有82000个避难空间，会当使用的人数有到5000多万，是全国人数的2倍多，希望互民众安心。另外，行政院长窦英泰嘛，搁再呼吁朝野立委，斗阵来支持4100亿的特别条例草案，支持产业稳定和国土安全韧性。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呢，已经公布了一个防空避难的指引。那不论怎么样，我们在全台湾的守护之盾呢，这样的一个防空避难展，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国人同胞，有准备更安全。这些100亿里面，除了我们对支持产业、安定就业、照顾民生之外，我们还有很重要的是针对国土安全韧性的1500亿。我真的很期待国会能够利用现在研会的时间，
继续的能够加速把这个4100亿的特别条例通过。警政署表示，民众若透过警政服务 App 和消防防灾易点通 App， 就通知影伫民众上近的避难空间，也无防灾卡通了解防灾知识。因为西门捷运站这个防空避难展览，拍算是办到7月30，现场的内容拢有写注音，适合囡仔做伙来学习。警政署表示，希望透过丰富的避难知识，也有活动体验和导览，来落实防灾对日常实践的目标。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接落来看，即阵是已经开始休热。中华县7月初一开始加强临检，即卡拉 OK 也有电脑经一寡所在。毋过有民众咧有警察咧临检的时阵，是伫咧卡拉 OK 发现一个妈妈抱红婴仔咧唱歌。这警方是提醒家长，未成年人半暝12点之前爱离开，若无算违法。开始休热路，中法院启动离校保护青春专案，针对夜间场所扩大临检。其中，园林分局伫 KTV 临检的时，发现有民众抱红婴仔咧唱歌。虽网当当时也未超过半暝12点，但是警察嘛随宣导口控。妈妈有来吗？有啊，爸爸在。爸爸有来吗？爸爸就在那里。你们有没有未满18岁的？有没有？没有。都满了，只有他未满18岁。我也未满。未满18岁不可以在这边，要带回去。警察表示，根据离校法甲社会特殊维护法，满18岁囡仔应该爱伫半暝12点之前离开 KTV 等公共娱乐场所。家长嘛答应会遵守规定。8日半暝，中华县府联合警察局、各局处等8个单位组成联合稽查小组，针对 KTV、电脑间、球间等青少年较会出现的夜间场所稽查临检，嘛针对防治诈骗、毒品、性犯罪等加强宣导。执行宣传专案。那我们希望这个业者也能够跟我们配合。那我们希望在这个时间晚了以后，不要这个青少年不要逗留在这些场所，那业者也不要这个卖烟酒给这些未成年青少年。中华县府表示，7月初一县内正式启动青春专案，警察局会全面强化执行勤务，针对骗财行为甲非法营业等情形加强临检，防止青少年接触毒品、互诈骗集团利用等。县府嘛提醒家长，休热时间到，爱加关心注意厝内囡仔行为，避免互不法分子拐骗。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即阵嘛是有哪来哪侪少年去互乌道招去做诈骗。虽然这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正草案已经送去立法院审议，不过包含辅导团体、职工也有学者，拢认为讲这行政辅导应该赶紧成做。孤军奋战，没有人关心他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困难，有没有人陪他聊聊。也没有人提醒他，你做得到，你已经不一样了。目镜唔知路，即马改革自新的人勇敢站出来，讲家己过去捌袂实，认为人若是做唔对，要重新站起来是真困难。立法院初二一场讨论少年事件处理法，甲要行政辅导优先的公听会，包含社福团体等的专家学者，表达即马伫少年辅导资源无够的烦恼。司法院只强调尊重法院判决，没有建立裁定后可执行的机制，让实务端成为制度失能的买单者，建构更多的一些非正式的资源，包含社区其实有很多的教会愿意陪伴这些孩子的，这些也都可以再继续去运用。法务部统计，少年人真正受到误导吸收、做诈欺等犯罪行为。立委希望司法单位注意，但是对行政辅导敢要优先司法等处理做法，还有少年人敢要消掉前科记录等等，立委看法是无同。前科涂销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必须配合社会的舆论来进行实质的讨论，但也不要忘了，每一个孩子在成为罪犯之前，他其实是一个人。就是说，以少年的母数来算百分比的话，如果连单纯的数字都不断攀升啊，那这个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切的反省。法务部表示，会适时甲司法院讨论解决成年人甲少年人共犯的问题。因行政院同意少年事件处理法修正草案内底，希望少年人伫刑事执行完的3年内，无阁受到别案的处分，才会当消掉记录的修改部分，拢会送立法院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一礼拜，咱全台湾各地天气拢是烧山炎火，这北部是有可能冲到37度，也若是中南部过道是可能会落西北雨。另外，伫咧菲律宾的海面，目前是有一粒热带扰动，敢会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还阁继续观察。
那最近这几天呢，可以发现说，其实表现上面最明显是北台湾。那主要原因是一个就是比较偏向是东风的形态这样子去吹，东风这样子一路过来。那一个是风向对地形的阻隔上面来讲的话呢，它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把比较好的海风这样带进来去做一些调节。另外一个就是风这样子吹过来的时候呢，其实伴随着一些沉降作用啊，所以会在比较偏向是盆地地区，甚至在比较偏桃园以北的这块区域呢，造成比较显著的高温。气象署表示，今仔日到明仔载，因为高气压，这天气是会真热，提醒民众出门都爱加啉水，唔通着沙。也若是拜五到拜六，这东半部是会落小可雨，新竹以南甲山区过道会落西北雨。另外，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边受一粒热带扰动，伊敢会继续发展，敢会去影响到咱台湾的天气，还佫继续观察。来看咱国内疫情，疾管署是公布咱国内婴仔肠仔病毒死亡又佫增加一个，是一个拿出世才6天的查甫婴仔，是今年第5个因为感染肠仔病毒重症死亡的婴仔。另外，这120艘疫情顶个月是一群就增加17个，这今年已经有35个。新增儿肠仔病毒疫情严重，疾管署初公布，顶礼拜佫增加一个新增儿肠仔病毒重症死亡案例，是北部一个查甫婴仔出世第4日开始出现爱困、活动力下降这症状，近日喘气困难，转送病院到护病房诊断时会着肠仔病毒合并心肌炎、肝炎等，全积极治疗，依然不幸伫出世第10日过身，这是今年第5例新增儿肠仔病毒死亡个案。像是有这个肝炎、心肌炎，以及就是像是凝血功能异常啊、低血压、休克等等这些像是新生儿败血症的状况。另外，8号疫情也罕见出现真侪病例。疾管署公布6月份新增加17例8号本土病例，今年有35例创10年共期新冠。包含一个北部家庭延亲到校园的群组案件，指标个案是北部10多岁青少年，伊的共大亲人4例，甲校园接触共班同学4例，经过采检了也拢阳性确诊。另外3个家庭群组分别是北部3例、中部2例、南部2例，甲散发个案1例。疾管署研判可能甲附近日本爆发8号疫情有关系。主要也是因为我们邻近的日本今年开始的这个百日咳病例累积到6月已经超过3万例是去年全年的这个病例数的7倍所以显示说在日本这边的疫情相当的高。那国人因为旅游的往来难免有可能会把这个菌株带回台湾。疾管署提醒，这摆8号疫情青少年占4成上济，有可能是细汉做的8号疫苗保护力减弱的原因。国内 ACIP 甲儿童感染症医学会建议青少年自费追加1剂减量普上风白喉8号混合疫苗，为了保护青少年避免感染，也避免因会互动物甲婴仔。记者综合报道。医护人员薪水低、欠卡手这个问题是一直拢无解决。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今仔日就去疾管署批评卫福部长邱泰源已经就任1年多，说是无任何改进。这邱泰源是亲身出面接见工会的代表，答应讲是恢复协商的机制，听基层的意见。上任1年多，改革一场空。全台10多个基层医疗工会组成的台湾医疗工会联合会，佫叫做台医联，初2日起组织伫疾管署大门前求部调抗议，控诉卫福部长邱泰源就任1年多，对医疗人员处理艰苦的医疗办法现场无准文，甚至拒绝甲工会协商医疗改革，现场佫以行动桥反考测卫福部劳动评鉴项目都无及格。本来应该要有的协商机制一再拖延，到了最近我们要联系的时候，电话那端直接告诉我们说，部长讲这个会以后不必开了。另外，台医联也批评，总统大政就选举的时承诺，3班护备比2年来立法，也毋过即马煞连一个影拢无，只会发钱，而且发钱还佫发别到护理人员的手中。自今年1月到达，佫有9000名的护理师离职，并对劳动环境真歹，当然连着老实会治袂掉。你在竞选的时候，你曾经承诺我们2年内护病比要入法，请问一下，你现在已经执政了1年了，你的进度到哪里？现在的3班护病比还是奖励先行，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往上那个一直这个比例不管是医学中心、区域医院还有地区医院，都已经往上升了。
记者会了后，国台湾邀请工会代表进入会议室沟通讨论，各承诺会恢复甲工会的定期协商，听基层的建议。另外，3班后备比入法的诉求，也会赶紧完成这个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现在这段时间是旅游的大月，加上高雄受真侪演唱会要办，这饭店真抢市。为着避免受一寡饭店的业者乌白起价，观光局就加强稽查。查内所发现，讲有3间业者无照规定保留房间，也是违规甲人乌白收钱。除了甲因处罚，嘛会甲因的名单公告伫咧网站顶头。高雄火车头内底人来来去去，这2天开始休热，民众也刷刷地安排假期，行李拖咧，准备要时间去算。我们玩2天1夜，2天1夜啊，有在高雄过夜吗？有。啊，有发现饭店有涨价吗？有，多少都会涨。你捌拄到去上济是偌济啊？目前去上济捌有搭无？搭过的，偌济到偌济啊？就是本来是2500左右，就会涨到差不多5000。民众认为休热出门一定会加开钱，不过若是起价伤贵无合理，安尼就真唔通。亲像饭店的房间起价都是上10块。观光局表示，高雄有登记的大细间饭店大约有500多间。休热期间是旅游业的大月，所落来阁有几多场演唱会要办，为了要避免饭店业者乌白化价，6月份因也联合消保官加强稽查87间业者，其中有1间为了起价，家己取消旅客订房，罚款2万块。另外有2间的房间钱分别超过报备的房价300块甲1000块，除了罚1万甲5万以外，这3间饭店的名单也会公告伫网站顶端。违规个案将依照发展观光条例开罚1到5万元不等的罚金，并且公布名单。如果经过限期改正仍然未改善者，将按照消费者保护法处3万到30万元不等的罚款。业者伫申报旅馆设立的时，拢爱甲各种房型的介绍报起嚟，若有变动一定爱先向主管机关报备。观光局强调，网站顶端拢会公告无合法甲违规的业者名单，民众若是拄到乌白起价，也是防取消订房的代志，除了消保处以外，嘛会当随向观光局来反映。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学校开始休热，不少家长拢会带囡仔四界去佚佗，这观光景点的人是叉。台东地上新竹南寮拢有传一挂观光电动车，要互游客来骑。不过目前各地方政府是无一定有管理观光电动车的法规，所以讲立委就要求这交通部爱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指引。交通部是回应讲，2个月内会甲地方讨论。金门洲仔随风游，骑上电动车伫其中，都是台东地上北农大道上大卖点。也毋过，遮尔水的风光背后，煞有时阵会传出蓝山的意外。连人探车，规台倒头栽直接插伫田底。四连偏装电动辅助车的安全性欠统一规范甲管制。敢若2024年全国电动辅助自轮车事故件数就达到2325件，死亡24人，受伤2080人。也毋过，多数业者无营业许可，旅客也无投保受伤的时，无当讨赔。它会有高度的因地制宜特性，所以在法规定的时候，当初就设定在是由地方政府来做一个主管。那其中包括它的给证啦，它的规格。交通部是不是可以协调各地方政府在制定这些规定的时候，那我们当然知道各个地方有一些不同的差异性，但是保险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都要有啦。偏装电动车和规律是其他班车属于地方政府权责，也毋过全台目前只有金门、宜兰、高雄、彰化、屏东、台东有定管理驻地条例，而且有的规定爱定期检验，有的爱配备安全设备，各地方政府拢无强调。从登记到发给证照、规格、指定行驶路线、时间，甚至所谓的速度限制、安全事项跟其他管理事项都纳入到指引，甚至刚刚提的保险。立委林坤霞也要求交通部订定统一指引，交通部答应伫2个月内时间内评估地方的需求，研议讨论检视，订定统一指引，安怎兼顾观光甲行车安全，都等交通部提出具体方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带大家来看美国参议院7月初1是通过总统 Trump 提出的大移民法案，是甲 Trump 真侪项重大政策写入法律。不过，这嘛造成美国国债增加3.3兆美金。这个法案今仔日就要送去众议院来审。Trump 是讲，望伫个7月初4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进前，法案就当送去白宫复签。
We had a big day today. The bill passe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do very well in the House. 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1号进前甲记者讲，希望7月初4美国独立日进前，这法案应送至白宫会签署。进前，川普提出的税收甲支出法案，也就是所谓大国税的法案，在参议院表决时阵，由副总统范斯做讲过关。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0, the nays are 50. The Senate being evenly divided, the Vice President votes in the affirmative. The bill as amended is passed. 民主党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苏莫迪投票了，记者会批评。Paid for by ripping away health care from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aking food out of the mouths of hungry kids. This vote will haunt our Republican colleagues for years to come. 在参议院53共和党的人内底有3人甲民主党斗阵投反对票，才成做50-50的局面。根据美国宪法，副总统是参议院议长，无参加投票。不过，若参议院表决出现50-50平手的时阵，副总统有权投决定性一票。这是共和党重新执政了后，范斯第一摆用副总统身份使用这项宪法权利。选起这法案会送共和党压有多数的众议院审议。不过，共和党内依然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真侪位共和党的人已经表示反对参议院的修改。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昨去佛州新起的库希恶魔岛移民拘留中心视察，这座一年要开4亿5千万美金营运的新设施，是起伫咧南马地正中四周边拢是泉甲库希。Trump 是望讲，这未来会当去更较侪上款的拘留中心，讲这移民除了互赶出境是无可能会当离开遮的。不过，因为这个地点佫牵涉到国家公园保留区，也佫有原住民的保留地，所以讲已经有环保团体提过。美国国土安全部甲佛州州政府用短短8天的时间，就伫佛州大南仔地废弃机场跑道。以步平甲拖车组一个库希恶魔岛移民拘留中心，这个新设施一年营运的成本是4亿5千万美金，会专门用来监禁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 列爱无证移民。头一批启用的5000个床位，就敢若占总容量的一半。川普初一出发前往佛州，伫白宫南草坪受访的时，看起来兴气气，讲若是有人想要逃走，就要先过蛇甲库希这关。You know, snakes are fast, but alligators are. We're going to teach them how to run away from an alligator. Okay, if they escape prison, how to run away. Don't run in a straight line. Run like this, and you know what? Your chances go up about 1%. Okay, not a good thing. 库希恶魔岛伫国家保护区的湿地内底，倚近大南仔地国家公园，是佛州出名的库希生态地，估计数量有20万只。普通的成年库希有4.6公尺长。川普伫视察了后的记者会表示，唯一离开的办法就是赶出境。佢讲希望看到未来有更较侪共款的拘留中心出现。But very soon, this facility will house some of the most menacing migrants, some of the most vicious people on the planet. We're surrounded by miles of treacherous swampland, and the only way out is really deportation. 为着宣传这个新设施，美国官员伫社区媒体发布，伫移民局执法人员无爱库希刀片，佛州的共和党是卖库希主题的衫裤，也个美女的干那套，互人批评讲真无人道。前往库希恶魔岛的主要车道，当港组织大地的民众，也向奥斯维辛南仔地讲无爱，收分灭法人伟大等等的标语示威抗议。Concentration camps are wrong. It's wrong to imprison people without giving them due process. And it's in the Fifth Amendment, it's in the 14th Amendment, it's a right that every person on the planet has, along with the freedom of speech. 库希恶魔岛拘留中心的地点，也是国家公园保护区，也有印第安原住民文化保留地。已经有2个环保团体，因为安尼对联邦甲州政府提起诉讼，讲因无依法进行环评，也无问大众的意见。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转来看国内，婚林斗六的花型鸡在暗7点外，受一间银行的头前熊爆炸。本地掠准讲是电箱崩起，不过警方查了才发现讲是有人吊杠放炮啊，这阵是已经在掠人。人正在车路边形容传出真大爆炸声，个庆祝阵阵未显。在暗时7点半左右，婚林斗六市花型街银行头前发生不明物体爆炸，互附近的住户拢真惊吓。
这样算是私自制造爆裂物，哦，这个事态严重，哎呀，那个应该警方要介入。很像电箱爆炸的声音啊，因为那个声音大到不像是鞭炮声。有现场的民众表示，第一时间确实是电箱爆炸，不过台电混凝库处出面澄清，不是台电相关设备故障。警方表示，接到民众报案了后，经过初步调查，有民众放烟火，目前已经扩大调查，监视器对查。民众施放爆竹烟，警方已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目前已掌握可疑对象，并积极追查，以厘清案情。警方呼吁民众若无报告伫公用场所或者路边放炮烟火，恐然违法。警方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会依法追究办理来维护社会治安。后续若对查到，会调查清楚是毋是触犯相关的刑责。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昨下晡有民众塞车经过后壁区的一条铁基路，这情链锁是卡条例，驾驶是赶紧落车，以紧急的通报令，火车随减速停落来，才无出代志。画面内底这架车卡伫个边交道的后壁，阁有火车的画面，看落是真危险。加在这个驾驶有赶紧落车，甲紧急通报起落，通知列车都要注意。这个事件加在无人受伤。高度差足侪啊！哎呀，伊个震动加所以苦胸爱做好靠啊多。哎呀，应该是车子太老了吗？对，我觉得这一条路就是很差。警方初步调查，那像是这架车头前咱的三角架断去，所以车才会故障了伫个边交道的。当地民众讲，边交道的路无平，或者是车保养了无够，那有可能造成咧驶的时阵出问题。针对这点，汽车维修技师指出，车的三角架甲车身伫个歹去进前，要是有会当观察的所在，提醒民众会当注意。就会咔咔咔咔的声音，那已经磨耗了。如果你没有更新的话，就是会磨耗，然后那个就是掉下来。本分局将向台铁公司申请调阅该处平交道监视器，以待厘清是否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第3款之法定事由。铁路警察局呼吁，通过边交道爱遵守交通号志的指示。若不离车若是向歹去，民众会当赶紧落车。甲边交道紧急通报起落，了后离开边交道的范围，会当减少伤亡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启动全台湾头一座甲捷运同齐用电的电动公车充电场，日时是予捷运来充电，暗时就换予电动公车使用。台北市嘛宣布讲，要甲288路线21台公车全部换做电动的。驾驶来到全新的电动公车场，准备要充电，和一般的充电场无同的是，这是全台第一座和捷运共享电力的充电场。地点就伫台北捷运的北投机场，日时予捷运用电，暗时提供电动公车使用。捷运系统呢，一般来说，捷运系统用电的离峰时间是在晚上的12点到6点嘛。那当然我们知道公车平常是早上出去营运，所以公车主要的用电尖峰是在0点到6点这段时间充电。那刚好就是两个就可以去做就是电力的一个缺口的这个媒合这样子。这个共享充电场拢总有1000平，大概提供22台电动车使用。业者讲，捷运使用的电力时间是透早7点半到暗时9点半，电动公车得利用半暝啊12点到透早6点的时间去充电。除了省空间以外，佫省钱。业者讲，日时充电较贵，1度电是10块，半暝1度电只要3块。就捷运的电力收费的标准来看啊，白天使用的电费跟晚上使用的电费大概差了有1半以上。除了共享充电场以外，为着要完成交通部2030年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的目标，这届市区也甲公车288路线21台公车换做电动车。市区也表示，未来会继续辅导公车业者甲油车换做电动车，建设充电场，完成永续的目标。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新竹市区的停车位无够用，市区2019年就提出一项计划，是鼓励这私人的车位分享给外口的人一摆停。不过，这阵6档已经过去啊，说是一张停车证都无发出去。上届主要的原因就是民众对外人来停感觉无介安全。
民众塞车伫市区踅来踅去，就是找无停车位。新北市政府为解决停车问题，推出车位共享计划，验过计划推动6档，拢无人提出申请。民众指出，除了无其他优惠以外，安全是上重要的考量。我无愿意，为什么？因为安全的问题，再来就是增加管理人员的负担。我感觉袂歹啊，若有机会我会走出去。毋过，别做政府若会使有较侪补贴，比如讲税金会使较少的。我感觉安尼应该有较侪人会去来响应这个政策。过去6年，一张共享停车证都没有发出，透过各种停车设备的这个相关的管控的装置都能够大幅减少这个安全的疑虑所以我们认为市府应该把这个原本预计花很多钱盖停车场的经费用来鼓励民间来共享这个车位来达到双赢。交通处表示，因为民众主要考量社区管理甲安全的问题，所以在推动上确实有困难。未来除了会继续推动计划以外，也评估假日开放校园，提供民众停车。民众及社区考量外车进入到私人场域所带来的管理不便与安全疑虑。那市府呢也会持续来向民众宣导共同参与共享车格的相关计划，会持续来盘点校内的停车资源，在兼顾学生安全与学校管理需求的前提下来审慎评估开放的可行性。验过新北市大部分学校停车空间拢是伫校园内面，因为大门无24点钟拢有人过来，所以后续会兼顾学生安全甲学校管理，评估校园开放停车。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南科学园区连外道路北外环的第4期，是有一寡路段去互批评讲受过挖建徛家。这沿路永康北区计共有6个里900个居民组成自救会去公听会抗议，要求讲这着爱顺用咸水溪桥的北边来去。在地居民伫公听会口北布条，来针对北外环路线南线做抗议，当时为着要疏解南科连外参店市区交通顶塞车的问题，才有这条道路建设，专停13.5公里，第4期3.7公里落尾一里路，路线对第19线溪顶了大桥，要延伸到第17线大港关海桥，煞引起争议。民众若偏向市府，敢若通知一部分的住户，无全通知，甚至真侪人发声，若伫中华北路做离徛家小近，互因无法度接受。都无通知，敢通知迄征收的种迄土地的人，你敢知影征收土地的人根本就无住伫遐，无住伫这条路，距离阮民众无到4.5米啦，3楼悬啦，空污震动差就对啦吼。我透早开门开来，一个门仔口就一支条啊，遮大机放伫我门仔口啦。那领导你敢记战会掉啦？这是一个杀人的工程啦！因空家丁里参北区故里，拢总900户居民遭自救会反对。经过了解，北外环4期工程上早捌规划，对城市往西兴建，不离个这几档刷甲路线南线，这些民众怨叹市府无沟通，家己大主大意，因主张通照原计划。沿咸水溪北边替换高架桥兴建，即阵要延伸到中华路、中华北路沿线。干务局回应，主要是考量咸水溪无真快，时间会伫咸水口落墩，恐惊溪水道会缩起来，影响到安全。水利法规定，桥墩不得设于梯前坡，为确保民众安全，不宜河川置于计划线内高山地、落墩、北外环的道路路线。路线规划完全不影响快速道路的交通行进。且可提高交通运转效率。干部局讲，公听会进前，拢依照规定发函予土地所有权人，而且嘛有公告。那这在地居民，即阵也阁无法度接受，嘛愤慨讲，市府硬要做，因告诫用性命来守护家己的家乡。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宜兰7大渔业养殖区差不多是1400公顷，即阵已经拿来拿少人咧饲。不过因为这是养殖地区，阮也嘛袂当开发做别项。即阵宜兰县府就决定讲调整养殖区的边界，互即块土地嘛会当有其他用途。外面的鱼仔已经无咧使用，内底大壳壳，空气嘛无咧拍。目前宜兰有7大养殖渔业生产区，分布伫壮围、高吉、巴溪、甲头城等等的乡镇，已经维持要30年。对时代变迁，无咧使用的鱼仔是增加袂少，对公共建设是真不利。县府决定要调整边界范围。打开西条村举办说明会，养殖区的地主有来参与，来关心家己的权益。因认为鱼仔无咧使用已经真侪年，继续活伫养殖区的范围内，土地真好有其他的利用，所以争取要划出。
你就部分伫养殖区范围内的。嘿啦，范围内一处啊尔啦。一处啊尔。嘿啦，啊即啊就是讲要划出海安尼规地。太完整啦。嘿，太完整啦。啊，但是已经这么久拢无去啊。无去啊。嘿。啊，有感觉爱划出养殖区的范围？阮是要做农地啦。官府表示，永实渔业生产区内底的土地，并无限制讲袂当起农舍。不过，若要做其他非永实渔业的行为，或者是其他的产业，都要申请划出。因若即届调整永实渔业生产区的边界，会分2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会先调整打溪溪条、中兴，甲头城伫安这3个永实区，会甲部分伫永实区的边界，而且已经无永实属实的土地划出范围。边界的部分的做一个微调的部分哈，那再征询看看我们相关的这个养殖区的渔民以及我们协会的一个意见哈，那我们会再做后续的一个这个定案的一个调整哈。官府表示，打溪溪条、中兴、甲头城伫安这3个永实区，会收集意见，确定调整的方案了后，按照年底会送渔业署来核定。因若总为5个等等的永实区，因为地主意见无啥共款，会导致后续第2阶段再过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海域暂时真罕见出现游蛾，而且这观察透海岸的数量嘛真多，或者出海的民众是看甲真欢喜。虽然是真惊喜，不过咱嘛是袂当过度搅扰人的生态，所以业者是主动调整船帮，互对环境更较友善。伫上海红船头前的海面，2只超级大游蛾当扑出水面划开，黑色白色的视野，抑个为卡只片稀奇，是因明显的特色，通拄到的几率无1%。7月1号的下午5点，那我们在花莲港外海10海里处发现了虎鲸，他们在那里游速很快，在那里追逐海豚。是，那我们之后就保持距离的去观察他们，然后发现到说是一对夫妻档，然后跟一对母子队在那边。游蛾出现的消息，互真侪游客报名要出海，但是今日透早的船帮拢无拄到游蛾。颠倒是大型的观察头海鸥未少。研究海洋生态的乌楼海洋文教基金会是希望，上海红船伫接触海岸海底的时，会当更加优先。在靠近之前，一定要先减速。那这个减速的距离至少要保持50公尺以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不包围，我们可以跟在它的这个左后方或右后方慢慢的保持距离去观察它。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有带母子队的话，那我们保持的距离应该要更长。业者强调，目前花莲有8只上海红船，大部分的业者都会按照上海红的规范，避免对海岸海底受干扰。在赏鲸的规范里头，其实一群鲸豚最多大概只能容纳3艘的赏鲸船，所以花莲赏鲸业者就会刻意跟其他船公司透过了发船的时间不一样，或者以航程的时间的长度不一样来做区隔，降低它所有的干扰。另外，亲像伫海上接触海岸海底的时间，也会控制伫15分钟就要离开，抑个袂当超过3只以上的上海红船同一个时间接触同一地内海岸海底族群，希望透过这寡友善的规范，互民众也会当提高保育生态意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诈骗集团诱诈着性准青少年，苗栗有一个国小打毕业的查囡仔，伫咧网络交朋友，对方是叫伊去超商买游戏的点数，第2届才去互超商的店长警觉到，遂报警察阻挡。警方是表示，这诈骗的被害者愈来愈少伙，学者就建议家长甲学校爱加关心囡仔，莫爱加强诈骗的宣导。这是他要跟我买的，我没卖他的。超商店长通知警方到场，热心的民众也加入扣款。苗栗市一名拄为国小毕业的12岁查某囡仔，最近透过手机通讯软体熟悉查甫网友，对方讲要见面，就要去超商买游戏点数。查某囡仔先买3000块，将数号传给对方。第2摆搁买8000块的时，好在互超商甲警员查落来，叫偌高啊！诈骗集团将目标转向青少年，其他学生也有听讲同学防诈骗。朋友有被抢那个演唱会门票骗过，就是跟他说有票，然后结果到最后已经有给钱，然后人就不见了。就是游戏，然后可能被女生骗要什么游戏的钱。根据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统计，今年以15岁、12岁至18岁少年防诈欺被害人数252人，比去年同期加5倍。那未成年诈骗车手变多，被害者的年纪也确实有降低趋势。网络的游戏、虚拟游戏、假网拍、购物，再来就是解期分期付款这部分，占得比较高。
年龄方面确实有下降。台中教育大学学者认为，诈骗被害者年纪一直共家长阻止囡仔使用网络，也是限制金流，拢只会当治标，应该爱多加关怀陪伴。家长里面刚才讲的关怀陪伴跟问安所以不是问小孩子说平安不平安，是你每天出去做什么。我们现在的网络交友跟网络诈骗这个地方，形成常态性的媒体试图。王巧璇更加提醒，都因为被害者多数受骗，家己唔知影，国际学校应该是提升媒体识图比当，各将重点放伫网络交朋友甲诈骗案例宣导，才会当有效阻止所谓犯罪冲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真侪学生囡仔会利用休热去做山工赚所费，劳动部就提醒，做山工嘛是适用劳基法保障，若是有劳资争议，拢会当甲劳工局申诉。民间团体嘛提醒这学生囡仔，若是做短期的嘛，一定爱会去你拍劳动契约，甲薪水、工作时间拢写好清楚，嘛要要求头家甲你报劳保甲健保。7月学生已经开始休热，真侪人会利用暑假去做山工赚所费。根据劳动部去年针对工读生甲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1800件的事业单位的结果，违反劳基法的比率为24.89%，其中以无照规定付薪水的占上侪。有关注少年家劳动议题的民团就提醒学生，一定爱晓拍劳动契约，要求爱保劳健保来保护家己的权益。第一个一定会有薪资嘛，你的工资、你的钱，那甚至是他什么时候给薪。然后还有你的上下班的时间，不管你是全职还是兼职，那它上面基本上这3项都应该要明定的很清楚。对，那我们也都会提醒，就是说一旦你的状况薪资有所调整，劳动契约基本上还是要去做修正的。根据劳动部的劳检报告，违法上侪的就是餐饮业，第2名是人力派遣和幼儿园，也那第3名是连锁的超商。民团认为，这行业流动变化正紧，才要请短期的人力，可以用口头协议来取代正式契约，这嘛致使工时和薪水的争议真多，甚至违法。劳动部嘛提醒学生，就算干那是做短期的，劳动权益保障甲一般劳工拢同款，拢适用劳基法。若是有劳资争议，拢通向劳工局申诉。时间单位上面，我们要提醒雇主的是，出勤记录必须记载到分钟，违反制备出勤记录的义务，会面临到新台币9到45万的罚款，而且还会公布公司跟姓名、负责人的姓名。劳动部表示，违规记录上侪的多数拢是知名企业。部长洪新涵是呼吁这业者应当就爱尽社会责任，加强公司治理。记者卢尚如、谢桂林、曾春游台北报道。毋那咱台湾热翕翕，这欧洲即阵嘛长热，西班牙、葡萄牙6月底是冲到46度，法国、意大利、英国嘛出现这6月是有史以来上介热纪录。德国柏林建筑工人厝顶工人加罗翻啊，找伊即年37度的高温伫大日头卡拍。It's quite hard for us, engineers, and for our workers. We try as much as we can to stay safe, firstly for ourselves, and after for our work. We drink a lot of water. 小英7月初1，浸湿规个欧洲气温达到上高峰，法国当局采取预防措施。巴黎高温摄氏40度，超过2300间学校宣布停课，也是部分停课。埃菲尔铁塔顶站对外无开放到拜四。两一间病院，一名护理师以水雾喷大圆中间面甲头来降温，也毋过有一间病房内温度摄氏33度，无空调，互病人真无爽快。change qu'en fait les patients sont bien plus à risque de déshydratation, de coups de chaleur, et donc il faut veiller à ce qu'ils soient hydratés et veiller à ce qu'ils ne soient pas exposés à des fortes températures. 意大利限制户外工作13个大区发布高温之下室外工作禁令，中昼到下晡高峰时段禁止工地施工。几个大区病院通报急诊收治高风险族群的流沙病人，其中托斯卡尼区住院人数增加大约20%。Uno dei rimedi, ovvero bagnando le braccia con l'acqua della 葡萄牙6月创下单日上高温46.6度纪录。西班牙甲英国也通报史上上大的6月，其中西班牙一个月平均温度23.6度，比以往7月到8月的平均温度也较悬。另外，西班牙巴塞罗那也发生一名加罗女清洁人员亲像高温之下工作不幸死亡。伫亚洲的日本上高温恐惊会超过摄氏35度。日本气象厅7日宣布，日本今年6月的平均温度比起到2020年的30年间平均高出摄氏2.34度，从1989年开始统计以来新高。气象厅表示，这是因为日本附近的高压系统比往年更加强，造成暖空气入来。公司新闻为林编译。
下半部的天气变化，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31度到37度，中部地区31度到36度，南部地区31度到35度，东部地区30度到33度。外岛地区29度到35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拜一至拜五早起9点，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拜一到礼拜下晡3点。